自己几斤几两都不知道，喝得跟个死人一样，沉得像头死猪一样。哎呀，叶小哥哥，你别这么说叶哥哥，他今天心情不好，所以喝多了。现在就知道替他说话，好啊。那麻烦你照顾他，我回去陪客人了。你去忙吧，叶小哥哥。啊，佳妮，先下手为强。叶哥哥，我去给你拿水啊。叶哥哥，来，喝口水。怎么不接我电话呢？小凤姐姐，喂，叶佳呢？叶哥哥他喝多了，已经睡了。他怎么了？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喂，喂。
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. 谢谢啊，回去早点休息。招待不周啊。生意上的事，明天我们办公室聊。好，明天再聊啊。慢走，皇太慢走啊。伯父，再见。伯母，再见。李欢，有空呢多来坐坐。一定。叶波，你去送一下。好，告辞了，再见。哎，大哥，待会儿要不要再去哪？我得劝你一句，我还没想好。冯峰的事啊，你趁早别管了。咱们再去约会。你有那时间，还不如多泡几个妞呢。你说是不是？走了。叶总，我先走了啊。慢走。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叶伯伯，先走了。慢走啊。哎，张总，喝好了吗？叶总，告辞了。喝好了。好，多谢款待。咱们走了啊，拜拜。小峰，给我倒杯水好吗？一哥哥，你醒了？我去给你倒杯水。佳妮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忘了，昨天你喝多了，我和一小哥哥把你扶进来的。奇怪了，这个点小峰为什么不在家？一哥哥，你去哪儿？哦，我要回去了，我一晚上没回去，你小峰姐姐肯定等急了。啊，谢谢你照顾我。我生病的时候也是你照顾我的。你生病的时候我照顾你，那是应该的。那我照顾你也是应该的。对了，佳妮啊，以后啊，你少跟我妈他们那些老年人在一起，你啊应该有自己的圈子，自己的朋友，知道吗？那以后我常去找你跟小峰姐姐玩，我还吃小峰姐姐做的菜。好，那我走了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啊。你的外套。